我覺得個問題就係好多上街青年人啦，譬如電視睇到嗰啲，佢話我追求真普選，根本佢係人云亦云。咩叫真普選？如果你即場問下佢咩叫真普選，你俾個定義我諗佢未必答得出。咁可能就係話咩叫普世價值？即係普選即係普及與平等嘅選舉，一人一票，咁咪俾你咯嚇。中央政府已經俾你啦嘛，2017你通過831嘅決議案就俾你嘅啦嘛，個方案俾你嘅啦嘛，細節我哋仲有得傾啊嘛，個提名委員會點組成，可唔可以增加啲青年票、婦女票，啲細節要傾噶嘛，佢唔肯傾嘅。大家恒久嗰個爭議就係個提名嘅嗰個權力就係唔係咁普，即係好似譬如坐喺度，可能你就有權去選嗰啲選委啦，我就冇權嘅咁樣。咁大家點解會有咁嘅分別咧？點解有個高下之分？所以佢如果同我傾就好啦。呢個世界冇普及嘅提名權，只係有普及嘅投票權。人權公約都係咁寫。你去英國、美國睇下，咪是但一個人可以提名？唔係啊嘛，法國都冇，德國都冇，意大利都冇啊嘛。即係佢係聽咗一啲唔係真嘅嘢咯。我好想同學生辯論傾嘅，佢哋當然唔騷我啦。即係你係政黨，你抽水，或者你冇權，你俾唔到我要嘅嘢咁。因為冇篩選，邊度有選舉冇篩選啊？冚唪唥都係幾個或者10隻馬跑出嚟篩成一個，即係呢啲細節佢哋係唔肯傾。其實我哋都好企圖搭啲橋同學生傾偈。我港島嘅選民有70個中產，叫我幫佢約學生，佢哋想上前線同學生傾。喺天馬公園有個星期三等咗個幾鐘，等到落大雨都見唔到周永康同岑敖輝。聽講佢成日遲到嘅。即係佢成日講理想，但係即係 disorganized， 自己都組織唔到自己嘅，係嘛？又唔識得同人談，唔識同人妥協，咁咪搞到而家咁咯。葉劉淑儀話：世界上冇普及既提名權，只有普及既投票權。人權公約都係咁樣寫嘅，即使係英國、美國，甚至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都冇普及既提名權。所以依家一啲議員同埋啲示威人士話要爭取所謂真普選，其實係爭取緊一啲根本上唔存在嘅嘢。嚟一段話非常有啟發性，但係無綫電視喺播放新聞嘅時候，就故意將嚟一段話 cut 咗出嚟，由此可以睇到無綫電視嘅政治立場係幾咁偏頗。